老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教闻。讲新闻老台语，搁来话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讲到今仔日就是24节气的大雪。古早人讲小雪小到，大雪大到，这个意思是讲这时阵乌鱼大出，食乌鱼子正着时。另外大雪嘛是寒天第三个节气。根据古早的统计资料，大雪无分是丰年，若大雪无寒，耕地就袂开。另外大雪三百有益菜麦。这意思拢是讲，大雪这个时阵应该都爱寒人，这是天照天理，人照价子。讲新闻老台语，时间到，主播陈英伟。讲新闻老台语，过来话大小事，咱尾头来讲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英伟。今仔日就是24节气当天的这个大雪。讲到这个大雪，有啥物款传统的风俗，啊，一寡台语的俗语，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，带大家做伙来了解。第一条图，咱来看卖，讲到这个大雪哦，这个音乐读音完全无共款，意思嘛完全无共。第一个来看卖，若是念这个大雪的时阵，就是讲24节气当天的节气。另外，若是讲这个大雪，意思就是讲雪落了真大。来看卖，讲到这个大雪。有啥物款传统的风俗咧？第一个就是掠这乌鱼，有这传统的俗语就讲大雪大到，意思就是讲大雪的时阵，这乌鱼大量洄游来到台湾的西边，这时阵就是乌鱼量上大的时阵。另外第二个部分就是爱生这物件，因为俗语讲小雪生菜，大雪生肉，意思就是讲寒天的时阵菜是愈来愈少，这时阵爱提早生这菜，会当互这寒天的时阵买当食到这菜。好，讲到食这物件哦，这大雪的时阵适合食啥物咧？第一个部分来看卖，适合食这葱仔头，为啥物咧？因为葱仔头会当暖胃，会当赶走这寒气。另外第二个会当食啥物咧？会当食较温、较热这物件，亲像是这淮山、番薯，啊个这白凉啊菜，因为呢会当保暖，会当赶走寒气，嘛会当去这火油。第三个来看卖，较适合食啥物？会当食这佛头仁，会当补这肾气，另外会当增加这血液循环，增加免疫力。第四个会当食啥物咧？会当食这韭菜。好，讲到这韭菜哦，会当暖胃，会当暖肾，会当互你的身体变了更较温暖。第五个会当食啥物？会当食这红色番薯，因为呢内底有这个钙这元素，会当预防中风，预防高血压。上尾一个会当啉啥物呢？会当啉这姜母茶，为啥物呢？因为增加血液循环，嘛会当互你避免感冒。好，讲到这大雪的时阵，有一寡禁忌，有啥物款的禁忌咧？做伙来看卖。第一个禁忌就是莫遮尔晚困，莫遮尔早起床，因为呢暗时加早起是温度变化上大的时阵，若是这个时阵你较晚困、较早起床，就会互你来感冒。另外第二个部分，就是爱注意这室内甲室外温度莫差遮尔大，因为呢，这寒天的时阵，真侪人都会伫室内开这暖气，这外口天气冷机机内底遮尔温暖，出去的时阵，电土会造成身体负担。第三来看卖做运动的时阵，莫做了伤过激动，因为呢，规身躯寒的时阵，若是拄着外口吹冷风，这个时阵呢，害你来感冒。上尾一来看卖，莫甲这棉被来盖头，为啥物呢？棉被盖条了后，有人讲互你这运势变了较歹，嘛有人讲会害你做噩梦。好，继续来看嘛，讲到这大雪的时阵，有啥物款传统的俗语咧？大雪拄则有讲过，小雪小到，大雪大到，意思就是讲小雪的时阵，这乌鱼大量洄游，来到大雪的时阵，全部拢来到台湾的西边，这个时阵是乌鱼量上大的时阵。另外第二个部分来看卖，就是大雪无分是丰年，意思就是讲，若是大雪的时阵，天顶无云是好天气，这时阵每年的修行都要特别注意咯。第三个来看卖，就是这大雪三百有叶菜麦，意思就是讲大雪落雪，这个雪呢会当保存这水分，对下一年种菜种这大麦拢是有帮助的。第四来看卖啥物呢？大雪不到，耕地不开，意思就是讲大雪的时阵，温度无遮尔冷的时阵，就会影响到每年的修行。上尾是来看卖，就是这寒天雨较贵麻油，意思就是讲寒天的时阵，中南部较未落雨，这时阵雨水真少，真珍贵，这时阵就比麻油搁较贵咯。好，无论如何，大雪特别来到啊，这天气是愈来愈冷，提醒民众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。这都是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时间。